荣颂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所有的相遇都不是偶然，是一个必然。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我们几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我们高真才高神父，第二位是我们张玉林博士，印度国际佛教联邦共同主席。然后这一位是我们慧中布衣的郑慧中老师，然后还有我们涂建主师。很高兴今天能够请到各位嘉宾来参加收看我们的荣颂频道。荣颂频道是一个佛教频道，那么今天我们进行一场跨宗教的一个会谈，那让我们的佛教与天主教在这里相遇。那接下来呢，我想请问那个高神父一个问题，就是说宗教通常会是我们整个社会人类的精神依归。那您如何看待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我们就是天主教在社会上的贡献，或者是说还有跟佛教的不同宗教的共同相处的一个方法，就是想听听您的看法。在所有的宗教的信仰生活里面，基本上他们内心有神的存在，所以无论是天主教、或者基督信仰，或者佛教信仰或其他的信仰，内心的对这个神的存在，对他的敬畏、对他的感恩是必须要的一个生活态度。那基本上呢，在我们基督信仰和天主教里面，我们很清楚的，我们有一个创造我们的，并且不但是创造，是一个我们称为天上父亲的那种，我们对他有儿女之情的态度，这样子可以保持我们心灵的提高，心灵的境界提高。那基本上为现代社会大百分之缺乏这个，我们讲的身心灵合一嘛，身心灵一部分，在任何一个社会层次，甚至在学校教育里面，他们也如果讲得清楚，好像不太赞成宗教系统。所以这个灵一部分是现代社会缺乏的这一部分，所以这是一个内心核心问题，它是指导我们这个生活态度的表现。所以我们愿意借着一个宗教里面一起来改善我们人类最内心最缺那一块缺口。那想要再请教神父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问题，就是说，您觉得信奉主耶稣基督和信奉佛陀的人，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之下，您说缺乏灵的这个部分，属灵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部分上面都是怎么样的一个不同？想请您分享一下。基本上，我们相信呢，所有的美善都是来自天主，是来自唯一的神。当然有别的其他宗教信仰的，我们所说的宗教的教主也好，或是他的创办也好，那我在这里不说他们是怎么样的形成，那基本上呢，为基督信仰宗教说，只有一个神存在。所以因此呢，即使在基督信仰和别的宗教信仰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相信呢，无论是我们这一块基督信仰的生活态度，或者别的宗教信仰的生活态度，如果一起到这个唯一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真正的根源。所以问题不是在彼此之间的不同，问题是在我们有彼此的爱，或者也在佛教说的慈悲心，这个非常重要。所以高神父也就是您认为，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天主教神的爱跟我们佛教的慈悲心的爱是一样的。对，我们可以用我们不同的方式去追求那个最基本可以让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同情、怜悯那个慈悲心，善与人同。所以我们想把从这方面一起去寻找，看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恩宠，彼此可以在我的想象中，在整个天赋里面
生活在一起。是，谢谢神父。谢谢。那现在同样的问题，想要请问责任长期干部。责任长期干部也是我们荣中佛教平台的创办人。那现在请责任长期干部来分享一下这个问题的心得。其实呢，佛教和天主教也好，其他宗教之间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些简笔术、理论的表述有不同地方。那我们西藏有一个概念叫做利益叫做不分教派。那我经常跟大家说，不分教派不是你的作风、你的观念一定要和我一样，然后我接受，这个叫不分教派。而且有一个叫同求异存的什么一个成语叫，反正就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求同存异。对，求同存异，谢谢。求同存异，其实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佛教也讲如来藏，佛性人人都有。在一个佛教的经典当中，如如在经论当中说，如果是蚂蚁或苍蝇或那些，他们如果愿意努力，他们可以成佛，这是佛教说的。但是天主教这方面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不同的见解和说法。可是这就是因为我们不同宗教，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就是对人类爱，然后就是一视同仁的爱，无条件的爱，传达。我刚刚也进去了你们的教堂，艺术教堂对吧？是。里面的时候就看到你们用的非常自然的理念，非常节约的理念，非常环保的理念。那这个也就是对21世纪我们来讲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佛教也非常提倡知足常乐，所以很多观念呢确实非常好的这个共同点。当然，这个共同点呢也不能解读为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先尊重不同之处的前提下，然后就是共同的为人类为地球做一些贡献和努力，这是我的看法。那看部想请教看部，因为刚才我们神父说到，就是在天主的爱里面，跟我们佛教所讲的慈悲心是相同的。您在这个点，您的看法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以佛教的理论去说的话，天主的爱和佛教的爱，范围有些地方确实有不同，但是爱和慈悲的本质来讲，完全一样的。因为为什么呢？尊者也其实有说过，爱这个本不是属于佛教，也不是属于基督教，只是属于人类的一个本来的一个善良的一种正面的意义。那个就只是一个不同宗教发挥推广，然后就是传播，就是这样。所以爱本身就是没有意义，就是你爱大爱小爱，这么两种方式去爱，就这样。所以谢谢看部。神父想再请问您对我们看部的那个回答，你有怎么样的想法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说过那个，无论是天主教所说的爱，或是佛教所说的爱，慈悲心很清楚，慈悲心其实有一个稍微有一点层次不一样。我刚才就说，所有的美善都来自天主。所以呢，如果人类没有了解天主的爱，甚至如果没有像天主的爱我们的这个爱呢，可能我们内在的倾向、私心的爱呢，会仍然存在着。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很清楚，我们会分两个是一个是牺牲的爱啊，牺牲爱就是说，无论对方有什么想法，无论对方给我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完全的去爱对方。其实这就是回到天主为了爱我们，他完全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其实我们就基本上
对我来说呢，是要完全像这样子爱，难不难？真的很难，因为人自私的私心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想说，怎么样看到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完全把他自己给了，所以我的生活呢，我的态度，我常常想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对人类、对大自然、对周遭所有的事情，甚至对所有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从这方面去净化我们内在的私心，或是自我的爱，这很重要。所以从这里看呢，我只是补充一点说，可能我们要找一个，虽然是每一个宗教都讲爱，是不是跟一起找那个根源在什么地方？这是重要，因为我们生下来，经验告诉我们，经验值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完全的爱，没有这个情，可是我们是分享那个根源，所以无论任何那个宗教，我们试着用我们自己的修行的方式呢，彼此用自己的态度，用自己爱的态度去相合，我们大家就寻找那个根源吧。我想这个很重要。那有位请神父，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呢，让我们更能够感受一下这是上面的差异。好，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演出的讲相遇，主要是针对大自然。尽管大自然是我们的家嘛，啊，虽然每一个宗教有他的生活、他的人的想法或者他的修行方法，可是我觉得我们一看，就是这我们大家。基本上，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大自然这个家已经不成为一个家了，所以是不是可以先从对万物之间的关系呢，来培养我们对万物的基本的正确态度，这心灵的这个态度，然后呢，去看我们怎么样彼此相依相爱，去找到一个我们爱的根源。所以呢，人类为什么多讲这讲说要彼此相依相爱？都要相爱。我们为什么都讲要和平？定了很多的条件，我觉得是内心里面还有一块阴暗部分，这是什么？是因为对大自然不好。我意思说，如果要真正人们的和平相依相爱的时候呢，先爱万物，因为那个就好像一个，就是好像我说佛教怎么放生，其实就培养说。对万物的那个内心态度，是我们对别人的那个相爱态度的起点。所以人类那么多的渴望和平，是因为对万物的我们没有很深的爱，所以这个内心里还是有一个阴暗部分。当人类得到他的权利、他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呢，他们想这么想，你这么写下来，那他有权利的时候，他就做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人类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和平？所以我大概是这样的背景的。我这里渴望说，就让我们这次要演出这个和万物相遇的这个剧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追求着和万物之间的关系，从万物之间的彼此相爱那个善行，培养内心的，让黑暗的这部分消失。然后可以真正得到人和人之间的彼此之间的相处和平。谢谢。张慧玲张博士，您常常带很多人到不丹去，但据我所知，你也到天主教的梵蒂冈去见过我们的教宗。那刚才的问题就是站在您这样一个角色的立场，那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今天真的很荣幸可以跟庄神父、跟看父，还有我们都非常尊敬的郑慧忠老师，我们的衣食父母之一呀，真的谢谢他创造这么舒服的会议，让我们很自在啊。我也是他的衣服的真的，对，真的粉丝。然后我们的图姐这个天主堂建筑师，我们在那边就是可以体会像神父在讲的那种。光明爱，的确，我很荣幸有机会到不丹，在喜马拉雅山那边待了3个月，去接触那边非常淳朴、很善良的一个佛国的人民。
那个状态，他们跟自然的关系，刚刚神父提到，他们跟自然真的就是一种很和谐、很融洽、很和好的关系，因为不单保留了70%的原始林，它不会乱垦乱伐，就像胡姐在讲，他建这个教堂的时候，可以保留的树就保留。他对那种万物，他们跟这种动物的相处，我们也都是看在眼里，那种感受跟大自然真的就是一体，他不会去分别，就是那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感觉。或许就是神父在讲的那种来自神本源那种不分别、没有条件的爱。那在梵蒂冈有这个机会，跟教宗很欢乐、笑成一团的那种时刻，到现在我心里面都还是暖暖的。真的那种爱，教宗体现的那种爱，他对那种平民的关怀，对大自然的，我觉得这个跟佛陀或者跟常常教宗会被拿来跟我们的达赖喇嘛、法王就是一起提哦，那种感受是很类似。我想就是，即使是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义，但是这些修行人可以感觉，其实我们都在追求一样的、同样的一个本源吧。但是我自己作为语言学家，我觉得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就是有不同的名称，因为不同的地缘不同的因缘的关系，然后有时候众生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阶段，所以呢，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这个就是存意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是不需要去磨灭的。那但是那个同的部分，就是我们共同的追求。没有人可以说我的才是最对的、最好的。其实我们都是在追求同样的东西，这是我的一点分享。谢谢张博士。所以张博士，您是一个佛教图像的一个角色，所以您认为是在这当中，其实大部分是一样的，只有小部分是不相同的。对，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其实我小时候是在基督教长大。这一点呢，是我们这边的人没有问题。对。但是有些人也要过度的心，要强调一样。他们对一样的一个过度的解读都是这样的，那时候可能会这个会产生一些排斥感。不是一样的过度的时候，因为它是不一样的智慧，因为不一样有不一样的价值。你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建筑师，可以，我可以这么说，别人肯定不代表别人啊。对。那你的建筑非常好，可是别人的也非常好。确实，可是呢，这个一样的概念，你的这个创造就是你的创造，他的创造也有不同创造的一个价值。类似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也不需要特别说一样，或者比如说他们说的天主，那我们说的如来藏，是不是一样的概念？不是它，只是我们自己按各自的论述，相信各自的这个简历，那是比较传统文化保护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同时确实有很多共同的、共同做的、共同理解的共同目标，那个可以一起。爱地球一定要一起做。那当然是环保。谢谢康哥、李律师。现在想请教涂建筑师，您身为一个天主教徒，那对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的部分，能不能听听您的想法？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当然因为我们今天的场地跟今天的会有的目的，才会让我们相遇。所以我的立场感谢天主，让我们碰到好朋友，因为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对，所以我会觉得，我只是想传达这件事情，很单纯的，我们都在地球上，我们都爱地球这个一切。所以任何东西，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原本根基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世俗的人用每个人的方式去传达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合一？我们讲合一，其实它是一个核心，它是一个核心，只是你用你不同的方向去呈现那个样子。但是我想，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初衷都是一个不会变的，那就是爱。
那我要回应的是说，你说建筑这件事情，其实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跟大自然做和好。一个好的建筑，你如何利用大自然给你的去呈现它？所以我觉得我只是那个工具，我只是知道怎么去拿它，拿大自然的东西。我这边就是刚刚我看到你设计的这些这个非常自然和尤其是用那个旧的木头呈现出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5年前去尼泊尔，尼泊尔有一个仁波切，他的有人都很有名的，他叫多波者。多波仁波切。结果呢，我去他的房间呢，他的房间所有都是木头。那个是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大地震后，很多有几百年的，至少100年前的那种很多的老房子，现在我们路边的书边可以看到的，没有人理会的，看起来就是一个垃圾一样的那些窗户啊，他所有的这些没有人管的这个拿起来，自己在那边举，这么简单的他的佛堂。他的桌子、椅子全部自己坐的地方，全部都是用这些剪来做的。结果呢，有人把他的椅子可以卖给我，可以给你很高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不是这个用来做生意的，这是我自己这个房间的。所以你看，这个重新再用的时候，那个感觉非常不一样。所以就是让我想起来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确实是很高的一个艺术境界。因为最高的建筑、最高的艺术精神还要回到自然。减少造作。佛教的这个修行的目的，减少我们的杂念和造作，所以回归自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和修养的理念。所以我看到你就是用最原始的时候，对我们现在这个太复杂的、太塑料的、太化学的东西的那种成分来讲的话呢，你的那些建筑和我们的老师的这个衣服都是一样的，很自然、简单当中表达出一个最接近大自然的一个理念。这是我小小看一下。谢谢建筑师，谢谢看护，大家都在谈郑老师的衣服。我上澳洲专门在这个店，然后我上次来台湾也专门去现场，就是这样一条，就是很多衣服。我们衣服的主人默默地坐在这里，所以请郑老师您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大家讨论到的部分，包括衣服的部分。您看这里除了我跟神父之外，没有穿您的衣服，所有在座的嘉宾都穿着您的衣服。自然有两个，一个是自然材料，一个是过去在重复使用这种再利用的材料，这两个都叫自然。反正这里是花生的，我们现在做的自然服装。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回到一个就是爱圆满，一个最后去找到一个叫圆满的爱。但是圆满的最后有一个很重要，在这世界上的圆满，只有奉献跟牺牲，不然就很难达到圆满。对。那个张老师想再请问，您提到的圆满的奉献跟牺牲，能不能请您再为我们说明一下，就是什么是圆满的奉献？为了要让整个环境的圆满，自己有任何委屈都要完全是吸收掉，这才是真正的圆满。谢谢郑老师。也就是我觉得是没有商业化的目的，没有什么太这个外在的形式化的一个做法，就是默默的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就是那个动机是很单纯，希望大家圆满。对，这个佛教里面说，动机很重要，发心很重要。发菩提心很重要，就是这种类似的概念。对，现在在场的5位大师，我提一个问题，我请看护先回答，回答之后呢，请大家抢答哦。没有问题。请出考题。对，就是我把这个发球权交有奖励吗？有奖励吗？有。想请问看护，现在就是天灾人祸不断，对，那整个因为COVID的问题，所以整个全世界的经济都陷入一个很困难的状态。对。那我想请问看护，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在这样子一个时局之下，特别是年轻人该怎么样子处？
哇，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但题目也非常大。但是我相信天主教也一样，佛教也一样，现在年轻人不那么学佛了，学显信，不太注重信仰了，所以他们觉得是这样。但是这个目的，如果我们是觉得减少我们的信徒担忧这个事情的话，那是错的，实际上真的是错的。如果这个人类不需要这个宗教的话，那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呢，应该不是这样。我们的人真的需要物质的发展，同时物质的生活，同时也需要这个心灵和精神的生活。那这个精神的生活主要是智慧和慈悲。佛教里面讲缘起性空的智慧，缘起就是这个自然，大自然，我们这个外在的自然和内在的自然结合的那种这个缘起，就是缘起性空。而慈悲就是慈悲菩提心。那这两个是我们精神层面的最究竟的价值。如果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个人有物质上有很多满足，比如说我住在澳洲，心里有一些华人，因为父母很有钱，孩子的这个人生的规划，都他们安排好了，可是不好意思，他们规划的是什么呢？为他们以他们的名义，有房子，有车子，有一定的钱放在那边。可是实际上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内心都不知道，所以呢，他们自己呢没有信仰，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所以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反而变成很迷茫、很空虚。所以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实际上心灵的压力、痛苦，并没有减少。并因为他们不信宗教，然后就变得很自由开放，他们想干嘛干嘛就很幸福。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不要理会他们，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但是他们找不到一个门，信息也太多了，哪一个他要的不知道。所以那种时候，我们需要提供爱和慈悲，真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用这个符合年轻人的意义，共同的方式。我们要懂得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就是以这个前提下，我们能够提供精神上的协助，让他们更快乐、更幸福。那这个应该要我作为我们的发心，然后用各种自己的方式去做。这样的话呢，年轻人，我相信年轻人也会愿意学佛。比如说我们的上司中山二国际，我昨天去参加他们，我们都是参加法会，他当传佛教界非常著名的一个上师，他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作家，所以呢，他传达的方式就是非常非常活泼和现代化，所以很多年轻人很喜欢他，而且愿意学佛。所以呢，就是这种，我觉得现在我们觉得信仰和年轻的隔阂，不是真正的信仰的隔阂，这是沟通和上的有一些bug，那个叫什么？代沟，或者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我们没有很真正的理解，我们可能一直以自己的角度解读它。我们就这样，谢谢。神父听到入定。其实这个问题啊，尤其对年轻人的问题，我也不太晓得，反正其实除了宗教信仰的多元性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想法、生活态度啊。尤其大家年轻人，也许按照我们这边讲，我也不懂年轻人在做什么，他们在想什么。可能我也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有很多的他们的语言啊，他们的态度，我也不太了解，到底怎么样跟他沟通啊？其实我想可以多一起这样子。刚才大师也说不知道该讲什么，可我觉得很重要是我要给他什么，我要给他什么。当然知道他要什么很重要，可是我觉得我能够给他什么？你看我现在一出去，每一个国家的食物都
你一出去，不单是只有我们的邻居，不单是只有我们的，我们讲台湾人，还有现在东南亚的那些工作人，他们也语言上，他们想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出去的时候都是多元化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刚刚大家说的，不能够只坚持自己的样子。如果坚持样子，我只是一个基本条件，你要把你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呢，如果我们做自我的反省的话呢，我倒不是很愿意，我倒不是很倾向于我要责备他们，说为什么这样子？说我要问我自己，我可以给他什么？所以呢，我有时候跟我们的教反谈说，现在问题是说，不要问说你得不得救，而是说你敢在别人面前生活的时候，别人说，哎，我在你身上看这么清楚，已经说，这就告诉我说，我是什么样子，我可以把我的信仰表达出来。所以，如果按照我这个年纪，我没有办法了解新的时代，这一些科技常识我也不太懂。你有用那个 Facebook 吗？我也不用那个，所以这六件件事我用 Facebook。我比你年轻，但是现在年轻人不用 Facebook， 用这个一个人，所以我用这后面。所以这个时候，我相信那个表达我们信仰的内心的，无论是讲查经或者我们讲这个天主来的时候，怎么样让别人在我身上，这就是我们内心一直渴望的，只是我们找不到路。所以我们给他东西，不需要给他们更好的。他们已经有的，因为他们有的，他们自己走路，我们给他们没有的东西，就是刚才一开始他们说的信仰生活，信仰生活不是光讲，我要被人在我身上看人说，这就是基督信仰生活，这个在我身上，然后在你身上看见，就这样生活，就是我所渴望的，只是我没有找到，我终于在你身上找到了。我想这样子的想法。对每个宗教都是一样的，所以不是问题说我的宗教的人数有多少，而是我已经是这个团体的，我信仰的团体，我表达了多少，我的生活这么具体的把这样说，这是人类所得到的，这一点是我的追求。谢谢师父。我想听听建筑师的看法。我觉得刚刚的题目好大好大。让我们把它缩小。我就已经想到，因为它大，其实它的大，其实它是最小的。因为其实它只有一个心，我个人会觉得它只有一个心，因为你要解释问题是要我们想要面俱到，可是最后只有一个初衷跟初心是什么？所以我会觉得，如果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可以先想，第一个，你是谁？我是谁？我想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先认识自己，跟找到自己，你才有办法去做你可以做的事情。那这个找跟这个认识，都透过前面神师们给我们的启示。可是如果你连你自己是谁，你都找不到你自己，你怎么去做下一件事？所以我说题目很大，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那个很小。其实就是找到自己，认识自己，然后我可以做什么？我的回答是这样。谢谢建筑师，找到自己，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即便是到了我现在，我都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都不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去。所以我刚刚会说，我会讲这样的话，我应该很感谢。我有信仰这件事，所以我就说，你的信仰是什么不重要，但是要相信有神这件事。第一个，你相信他，你就找到了，因为他会引导你。你要先去找老师嘛，因为你现在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你心想说，你至少知道你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你会去找你的老师，你找到这个老师，我打造这个老师，你就会知道认识自己嘛，他认识他的不足。你才有办法去发挥。所以，如果我回到我的本质，我要感谢我有找到我的信仰，他给了我什么？我感谢方济会，我感谢方济的精神，环保、节约、不浪费。
建筑怎么来的，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我越认识这个宗教的信仰，我就运用到我可以发挥的地方去。所以你说为什么？其实就是我去找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用我的学习跟能力能做到的，把它具体去落实。我可以传达什么？我只能传达，知足，不要浪费。那透过什么？透过建筑，就是我个人的立场是这样子。玉林博士会抢答吗？抢答。其实因为刚刚我记得主持人的问题是说，现代的年轻人很彷徨，我们可以跟他们说什么？是在疫情之前，其实我带了年轻人20，我的工作是做国际学术交流，然后他们的确很彷徨。不要讲疫情好，疫情还没有发生，他们就已经很彷徨了。很多的孩子甚至可能都必须要吃抗忧郁症的药啊，他们对信仰、对宗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社会的一个共业哦。somehow很排斥，他们老是觉得这个宗教好像是一顶帽子戴上去之后，他们就会被限制住。所以，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历史上发展下来，就有一个所谓要把教育世俗的教育跟宗教要就是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religion 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残害了年轻人，让他们对这种信仰这件事情产生了误解，很可惜，他们真的需要的，因为我觉得宗教信仰是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需求，那所以他们没有信仰的话，他们会更加彷徨。所以我能够对年轻人说的话，就是其实放下那个，不要害怕说有这样的帽子或者什么。所有的宗教信仰，只要它是善的，你就是去认识。所以像《华严经》我们佛教的很大部的经典，《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它有53餐，你就好好的不同的宗教你都去认识一下，然后也培养自己去怎么样去自己的去找自己。但是呢，你必须要能够用一个开放的心来找自己。像我听胡姐讲这，我很感动。其实真的有信仰的人，真的就是当你有一个好像是大海，茫茫大海里面，你找到一个锚，定心的锚，然后呢，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角色、哪一个岗位，你就是可以做那个最好的自己。像神父，他其实如果从佛教的那个角度来看，神父就是一个基督的视线。对，他是一个神父，他好像他体现出来的变成是一个天父，大家看着他会想起天父的这个慈祥的样子，那看着他就会觉得说我没信错，我可以继续好好的努力。我觉得这个就很棒。那如果是信佛教的，来亲近看护、亲近所有的这些出家人，从他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看到佛法是怎么样可以用到生活上。这是我自己的，谢谢。所以从刚才这个分享实话，而且这个还没接受，重要的是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可是当我们任何一个人愿意说我是谁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在找这些东西，他已经就是说我本身已经不是一个原本，他需要有东西在他生命里。就更有可能补充，所以呢，因为找不到，承认就像就全部承认找不到，就好像你到威尼斯的时候，很多的面具，大家戴着面具，不敢表达自己，也许不敢，也许根本就说我是谁嘛，我只要戴面具，好，演话剧也是一样，我的角色我演这个就不是演他自己，演别人。就是这样一次情况呢，就告诉我说，其实呢，我在我们生活上呢，要知道呢，宗教信仰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无论是哪个宗教的想法，一定是和这个神有关系。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两个在一起，真的我是存在，不是就我知道是。你们生活在一起，我才知道我是谁。
所以要从这个角度呢，慢慢体验出来，并且可以不知道怎么让别人了解。如果你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你觉得认不出自己是谁，我是谁的时候呢，请我们大家一起按照身心灵的所延伸出来的不同的生活态度、不同的经验呢，你都要去接纳，不是只有物质的层面，那种精神层面，就是你服务、你发挥你的能力，还有灵的境界。所以宗教信仰，我现在不讲哪一个宗教信仰，就是6项。当这个身心灵相遇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找到这个我。可这个我的时候呢，你还是会继续的问，是啊，也就是说，这个继续问不是不好，而是我要努力的，更重要，跟所有人生活在一起，跟所有的万物生活在一起。所以这经里面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现在可以问郑老师，他做了很多这样子的工作，他跟佛教、道教，当然我也不清楚，可以举例很多的宗教是做一些活动，或者找那个灵魂层次、精神层次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郑老师如果这方面有没有建议说，按照经验，你会不会告诉年轻人说，就是刚刚我们讨论的问题，怎么样让年轻人得到他？起码就朝这个更圆满的生命往前走的一个方法。我想要帮郑老师这铺陈一下，最后的压轴在您的身上，最后的压轴在您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刚刚神父的问题，为什么？然后压轴在上，我从你的身上抓一个东西叫灵魂，所以压轴有一点。是商，但是要成为专业的商，是要做一个圆满的商。所以说，带我们买衣服有2个付款方式，一个是现金，一个是把你的专长拿来交换。所以说，这另一个就是把你的专长拿来做交换。所以说，我们要认识哪一个，我们就去跟他交换，就拿衣服去跟他交换。就可以得到你所希望，那个会得到真正的人。我懂了，这些日子我跟郑老师认识也不是很长，然后我懂了这段日子我们在交换东西，灵魂交换，灵魂交换，不是物质的交换，是灵魂的交换。所以我刚刚会说，这个鸭子我想丢给刚好是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没有想到，因为他今天很勇敢哦。其实你说压轴，我也赞成啊。我们今天的相遇真的是起因于郑老师，要不是因为他说要办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啊，跟这个高神父跟图姐合作，然后那天我又去刊部的新书发表会，看着刊部穿着这个郑老师的衣服，然后里面又刚好被我翻到说他跟丁神父。有人往来，我说哎呀，我们有一场在天主教堂，台湾最美的天主教堂，有这么一场音乐会，你要不要来？所以当时非常想来，但是也有一些经济效益，就是有。我有点想帮你绑架。绑架。要感谢关心的爸爸。但是我也想，这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也给大家可以交流。我说，那能不能早上我就专门就是安排这样的一个讲座？这个一个对话，对吧？好，所以你从方杰爸爸，他是故乡的都是灵感，对，是OK， 方吉就是圣方济各的爸爸的父亲刚好是卖布的，所以郑老师就觉得跟他的布商就跟他有一种很特别的这个缘分啊。因为他爸爸卖的布是锦衣比较贵的布。可是他儿子喜欢要的是布艺，所以说我们在这因上就变成布艺应该为这个做一点事情。你看那个姻缘可以追溯到那么远。对啊。看过来谈谈你的书是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说我们请刊部做一个总结。还有人要抢答什么？因为我现在觉得说，高朋友，你可以把你那个万物战胜的那本书也拿出来所以可以交换，所以这个你们请一个工作人员在那个书架子里面，一直往前走，第二左边第2层。7月21日，
7月底对对对。那我首先讲一下我的这个书啊，因为我的这本书里面确实有谈到了这个中国千山万水、生父与康伯的山林对话。你们已经事先写好了。我读到这一段，我才跟他讲，你要不要来？今天的这一段吗？不是，那是之前的。我之前练习的。因缘，也就是说呢，我之前就是呢，很久以前，就是也去到过这个天主教的教堂，然后呢，专门在也是新竹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跟师傅一起，我们呢就是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以佛教的方式做供养，第二天中午我们吃午餐呢，以天主教的方式做大料，然后我们一起聊很多话，所以我这里面的其中一个就93页的那个文章是关于那个时候的我和卞师傅的对话和相遇。那今天呢，第二次再相遇了，这是我觉得一个不同宗教之间的一个很诚恳的一个交流的自然的成果啊。我也没有任何别的目的，我觉得这个社会上就是每个宗教都需要交流，要和睦共处。刚刚神父说对了，我们要的就是和平。那和平就是来自于每个人的努力。那么周主也说是世界和平是来自于这个14亿人口嘛，是多少人学？OK， 14亿人口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为什么？我们每个人要做好自己的角色。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龙松频道啊，这个龙松频道就是龙松八智党是在西藏非常著名的1000多年前的一个藏传佛教的大师，他的贡献，他的这个很多智慧，当成佛教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利。我以他的名字为名义的这样的一个频道，那这个里面我也是当然是以佛教为主，但是我也除了藏传，还有汉传、汉传的师父，在家出家全部能愿意教我都我实行，这是一个大家的共同的平台。所以呢，这就是我的这个关于这个龙松频道和这次相遇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大家的一个介绍。再加上呢，我就是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所有的来宾，因为我也代表着这个龙松频道。那尤其是呢，今天呢，我们所有的我们的这个玉林主持人，大家我们都是龙松。他也叫玉林。对。我们两个是同辈呀。对，所以呢，就是这都是大家一起这个努力的一个成果。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能够给年轻人传达出他们想要的一定的东西。所以关于年轻人这个话题呢，真的是聊不完，非常多的。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神父出来了，我们我们今天可能就是很单纯，就说，今天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我想神父主人的角色，欢迎。是，那我也呢，这个卡达，给我一下卡达。然后我今天呢，就是代表着就是，代表着就是龙松频道，然后这个来自喜马拉雅西藏的这个接待的哈达，献给师父，这个是也就是这个西藏的最真诚的这个祝福的代表和祝福和经济的代表，让我们单讲。好，谢谢。这个书呢，谢谢，应该还有我一个巧克力机会在哪里？有，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分享，待会。我现在直接给待会要送给。对，我现在先打这个键。哦，好。先说。
这个呢，我心灵的是有生的，有吃的。专门呢，就是这个呢，就是给您的，谢谢您的。很好，感恩。我在欧洲特别大，谢谢。哎呀，那我们一起喝杯。好。然后你这个呢，在外神父的这个我拿着也可以。好，你们的想法。对，这是神父。好。对。还有不会只有一本，还有一本。好。这是大清教堂。介绍教堂。教堂的书。哦，来看这里。谢谢。OK。OK。谢谢。圆满。感谢各位嘉宾的莅临，也感谢容松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请您给我们一个赞。如果您觉得我们频道还不错，请您不要吝啬按下小铃铛哦。谢谢大家，谢谢。来，大家都有。Namo Garbe Namo Buddha